呢一間係成個信譽天匯覺得最光猛嘅單位，亦都係最近水塘嘅三房。建築面積1304尺，三房設計，2座 H 單位。大單邊客廳呢邊係向東望水塘。咁成間屋嘅裝修設計呢，就係引用咗日本設計大師三宅一生嘅設計作為靈感，以金屬為主調。咁呢間屋咧，亦都係同樣南北對流。咁由於佢三面單邊咧，你可以見到啲房啊係非常之光猛，望落去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大。咁呢邊咧就望翻去海角遊雲嗰條路，驚喜啦！主人房、衣帽間、女士最愛望水塘。呢間主人大房大單邊望翻呢個水塘景觀，啱啱正就係望翻海角遊雲，亦都係信譽天匯最近水塘嘅單位。套間精神啊！我哋望一望呢個套廁發晒光咁，呢個廁所都係同樣望水塘景觀。如果你對光線係非常之高要求嘅話，就一定抹低呢間啦。2座信譽天匯 H 單位，1304尺，三房，三面單邊，非常之精神呢個單位。